靈修分享日期2025年5月11日，經文民數記21章21至35節。亞摩利王西宏拒絕以色列人經過佢嘅領土，並發動攻擊。以色列人擊敗亞摩利人，佔領了希實本同埋一切村莊。隨後，摩西派人窺探雅謝，驅逐當地嘅亞摩利人。上帝將巴珊王噩同埋佢嘅土地賜俾摩西，於是以色列人征服嗰片土地，將其納入應許之地。今日我哋基督徒可唔可以好似以色列人一樣，蒙上帝嘅賜福，喺自己嘅工作同埋教會嘅侍奉上征服他人呢？當然唔係叫他人成為我哋嘅奴僕，而係事事順利，與他人同得好處。現在我把你們交託給上帝和他恩惠的道，這道能建立你們，使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。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或衣服，你們自己知道，我靠兩隻手工作來供給我和同工的需要。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，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，扶助軟弱的人，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，說施比受更為有福。使徒行傳20章32至35節。阿們。